踏入秋季咧，又係行山嘅好季節啦。而家咧，我哋喺筲箕灣嘅港鐵站 A3出口轉9號巴士，然後土地灣落車。一落車咧，就會有洗手間同埋有龍脊嘅指示牌。起初嘅路段呢，就係上梯級。今日呢條路線呢，全程係8K，需時大概係3個半鐘頭。沿途呢都有清晰嘅指示牌，但係呢就係冇補給嘅。行冇幾遠呢，就會見到 H085呢個標距柱。由起點開始計呢，大概行15分鐘啦。我哋向右手邊轉呢，就會見到一個細細嘅觀景台。觀景台呢，有張凳可以休息下，亦都可以望到呢紅山半島一帶嘅景色。咁喺度睇完風景之後呢，我哋繼續我哋嘅路線啦。行2-3分鐘呢，又會見到另一個休息點，就係一個涼亭。同時呢，亦都見到一個可愛嘅龍仔木牌，咁呢就有指示今日嘅路線方向。沿樓梯上，咁呢一度呢風景好開揚嘅，咁見到官方有一啲欄喺度攔住咗，但係呢都好多人喺度打卡，咁相信呢度就係內地嘅網紅打卡熱點。龍脊呢係一條國際知名嘅山徑嚟嘅，佢喺2004年嘅時候呢被時代雜誌呢選為亞洲最佳市區遠足徑，又喺2019年嘅時候呢被 CNN 呢選為世界上23條最美嘅行山徑。呢度呢除咗交通方便之外呢，仲有一望無際嘅海景。喺2025年呢 Coldplay 嚟香港開演唱會嘅時候呢，亦都有行呢一條山徑嘅。再行上去呢，右手邊呢又見到另一個比較大嘅觀景台，可以容納呢多人喺度休息。咁我哋企喺呢個位置望翻轉頭呢個角度呢，就可以望到我哋啱啱行嘅路線。其實呢，會見到山脊嘅高低起伏，就好似龍嘅骨脊咁樣，所以呢，呢度就叫做龍脊啦。欣賞完龍脊之後呢，我哋就繼續我哋嘅路線啦。隨後呢，就會係上山。我哋呢就會見到一條好肥嘅標高柱，呢度呢就係打爛晴頂山。打完卡之後呢，我哋由另一邊離開。呢條路線呢，我大概3年前行過，但係原來呢，今時今日呢已經係成為咗呢個滑翔傘嘅指定地點，有官方嘅資料同埋 QR code，有合資格嘅工作人員同埋教練。有興趣嘅朋友呢，可以即場報名試飛。咁呢，今日天氣好好啊，有行山人士呢真係即場試飛，在場呢有好多人圍觀，咁我亦都即刻拎部機出嚟呢，就拍低咗成個過程。睇完滑翔傘起飛之後呢，我哋繼續落山啦。我哋呢按返指示牌沿返石澳道離開。如果呢想去食嘢或者係去沙灘行下嘅話呢，可以沿大浪灣嘅方向。咁我哋呢就會沿巴士嘅標誌，即係大潭客嘅方向行。咁呢度呢，落樓梯過對面馬路，除咗有9號嘅巴士可以出返筲箕灣之外呢，亦都有紅 van 可以去筲箕灣港鐵站，仲有綠 van 呢可以出返去柴灣。咁今條影片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